还有什么快乐，是不是？那这些图腾，如果说这张图啊，我拿这个，像我陶艺笔都已经烧好了，好像这只猫，那请问一下，你来画，你会怎么画？你眼睛所看你就画，但是我们心里的东西是什么呢？好，我们常点就是挖掘你心里面的图腾，画完之后我们表现在陶艺品上面，因为陶艺品跟我讲它不会坏，哦也保值，所以说我们把它当做一个永久的象征。一点架构出来之后，然后填入图腾，然后画出来很特别的东西，然后呢再来命题，再来起一个主题。哦，它的不一样的地方。我想陶这东西啊，从古至今的啊，它就是一个传承。哦，从古至今它是一个传承下来。那每个时代我们叫 X 坐标，这 X 坐标跟每个 Y 坐标的交汇点，就是那时代的代表性。很高兴我们这次邀请到李朝雄老师来这边做这个展览。老师，我第一次看他的作品，我是觉得，因为其实在台湾的传统工艺或是艺术里面，其实有各个不一样的宗派。但是老师的画作让我觉得他处于写实跟抽象之间，他的画法非常的鲜艳，而且具有这种挑战性，而且非常的不一样。是用春夏秋冬或者是梅兰竹菊，他就会用这个春夏秋冬，比如说一条河流里面，它会有春夏秋冬不同季节里面的元素去呈现出来。朝雄老师他的展览是从即日起到这个12月29号。长安田陶绘赞，长安田陶绘赞。